港產大熊貓龍鳳胎嘉嘉同埋德德今日2歲生日，海洋公園舉辦慶祝活動。壽星仔女搶閘出嚟食生日早餐，家姐行先見到生日禮物喺眼前，祝你生日快樂。兩姊弟食到舐舐脷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同400個童軍都嚟到同大熊貓慶祝。港產大熊貓龍鳳胎嘉嘉德德經過2年暴風式成長，體重已經接近60公斤。60公斤係咩概念呢？重過我嘅，啲人成日話我肥，咁但係60公斤係重過我。咁所以都幾重啦，已經開始係個小大人。你咧同阿瑩瑩媽媽一齊嘅時候，大家有頭先見到咧，其實就可能都仲有一段嘅體型距離，但係就咁望落去咧，佢哋真係成年大熊貓咁嘅身形㗎啦。佢哋暫時仲可以同媽媽瑩瑩一齊住，食完早餐想即刻嚟個早午餐。第一個生日願望瞬間達成。想見到3母子同框嘅畫面，可能就要把握機會啦。因為大熊貓係獨居動物，人類飼養嘅大熊貓大概2至3歲就要分開住。